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甲美国陈文成教授纪念基金会合办的纪念陈文成过身40周年音乐会，这次是首次离开台北举办，邀请到台南市爱乐视障合唱团甲嘉音合唱团联手，再来一首首动人的台语合唱歌曲，纪念陈文成博士这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一位勇者。他是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哈。这一场的活动哈，我们这次的来到台南这边来做这个纪念音乐会的举办，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那也开启了一个让我们能够再去感谢哈，即使台湾现在的民主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有这样的这个新生的这个孩子哈，一代一代接续一代的理念坚持，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前辈的一个牺牲哈，一路走来，才有办法哈，塑造台湾现在的民主奇迹。很多人谈陈文成博士会谈到一句名言，是这个麦子落地。那这是应该是福音里面的文字啦，但是我虽然不是教徒，但每读到这个文字，我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它的原文是说，一粒麦子不落地，死了，仍旧是一粒；但这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作为一个解严后才出生，那到大学，可能就是2012年才慢慢认识台湾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我有一个感想是，我是麦田里长大的小孩，我就是当初那一粒麦子结下许多的。结成一片金黄色的麦田中，这样幸福的在台湾已经民主化的社会中长大的小孩。台南市爱乐视障合唱团艺术总监黄仁海在音乐会当天，也在现场牵手致敬，以悼念陈文成博士为台湾民主的牺牲奉献。台语诗人余文清先生呢，他创作了一首《千秋之境》，吊陈文成博士。这一首歌呢，由我来演唱。这是全球首唱，83岁的男高音，我看这个也可以做世界纪录了哈。所以呢，他既然拼生命，我们当然这个生命也是交由这个上天来安排。纪念陈文成过身40周年音乐会，8月29日将伫台南市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登场。为了防疫，主办单位采用梅花座，所以座位真有限。欢迎民众向台南市爱乐视障合唱团以及议员服务处免费售票入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